响的那一个此刻，我的心有一份莫名的感动。动人的旋律围绕耳边，触动我的心，那是来自于阿南梦。晚小家乡的那情景全在我眼中，街道美味，熟悉的脸孔，熟悉的声音，美妙温馨，充实淳朴的心，像红彤彤画出美丽的彩虹。它是我心中最想念的家。我的故乡，每一分每一刻无法忘怀那温暖的家。对啊，好嗨哦！下面有蛇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那个谁？东胜，开心一点，加一杯。你要看到龟壳吗？是啊。差不多了。我们只剩下200都是直路啦，直路。平路。200公尺了。加油！加油！오빤 강남스타일 강남스타일 오빤 강남스타일 两脚都抽筋了。现在在从大理往大同的路上，大概还要在1个半小时之后才会到大同。今天天气很炎热。我要用歌声来表达我的心。我的南梦，那是我心中想念的家。电信啪啪啪啪啪啪，管他跳歪七扭八，我就是傻傻傻傻傻，唯吾独尊的 A 咖，你就是他他他他他，没在怕胆子好大，卡卡的动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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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呀，继续。美好事。再一次。相亲的感觉。对，哈哈哈。你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，同心合一，
美好事一定要成就，美好事一切你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我们又在一起，赞美主。满满，还有恩典满满。开鲁格族的生活体验虽然是阶段性的，但是很快乐。很高兴今天终于来到这里，然后也是终于拿到我一直很想要来这里，也是终于来到这里，我觉得感觉蛮特别的地方。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这里。每次我都会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说，是不是想要家里是不是应该这边盖个民宿或整一下地这样子，希望这感动能够延续。到这里景观非常的漂亮，像以后如果有朋友也要来的话呢，可以就是走一趟大理。虽然过程有点艰辛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值得。OK。现在就是非常的感动，就是感动的就是我重新的踏入到过去巴黎所居住的地方，这样，然后迫不及待的想要将这些照片能够赶快回去给他看。我超喜欢这里，可是走路要走好远，可是很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准备要回去了。那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一次。终于来到大同大理，那真的跟想象的差很多。说差很多是当中要收获很多，然后能够跟着黄长英教官一起上来，你就觉得很多的故事，然后就觉得太棒了。对，我想再来一次。我觉得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啦，然后丫丫真的好棒，然后来到这边我想到我阿嬷，像那个厕所嘛，还有洗澡间，就是一模一样的格局这样。就是丫丫这边还算先加油马桶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生活真的就是德国古色古香啦，可以来尝试看看啦。我觉得因为昨天爬上来真的还蛮累的，我觉得这个过程中真的去试着去想象，虽然没有办法真的跟着自己的祖先或者是8180爬过这条路，但是去试着去想象他们爬这条路的心情会是什么。我是觉得那个过程中虽然很辛苦，可是真的每一步路都真的觉得。因为一直在想着他们当年怎么过，怎么从上面签下去，或者想着我的 Baki 他们怎么签下去。那个过程中，我觉得无形中一直在连接自己跟这个土地之间的情感。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对我来说，它不是一个结束，它是一个开始。